因为在这个主耶稣降生美好的节日当中，我们不只有欢乐的气氛，更能够从心里面去确认上帝的救恩在每一个人的当中。我们在领受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在这个圣诞的节庆，让我们用欢乐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聚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不是普通的事，是神给我们一个奥秘，一个救恩，一个祝福，一个确信。当我们再一次领受话语的时候，主帮助我们，这个圣诞节不是一个热闹庆祝而已，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的圣诞就是跟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勉励。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一起领受，一起造就，也一起鼓励跟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刚刚读了3段经文哈。那主要是第一段讲到道成肉身，牧师要用肉身降世、普施救恩来分享这一段，给我们一个神的救恩跟奥秘。那牧师直接要在主题上面一起来分享，为什么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奥秘呢？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生命，所以能够不断的传言，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当中那一个生命传承这个奥秘，也就是所有的生物透过生殖，能够在美好的创造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但是主耶稣他的来到，主耶稣降临在这个世界，却是又跟这个上帝微妙的创造不一样。本身生殖传承就是一个奥秘了，是一个神迹了。但是上帝超越这个神迹，把救恩透过这个道成肉身来赏赐给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欢乐庆祝主耶稣的降生。圣诞节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启示跟意义呢？第一个，耶稣的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他把这个奥秘的道凝聚在主耶稣这个肉体的个体身上，然后住在我们当中。道成为人，你就知道他的微妙在哪个地方。因为刚刚我们读了经文，知道说道与上帝同在，太初就有道了。而且这个道，上帝借着道创造了其中的万物，创造了这个宇宙。换句说，这个道大到我们人类能够想象，那这个道就是神。但是他又用一个最简单、最清楚的方式，把这个奥妙的道化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本身。所以那个奥妙不只是他的伟大跟无穷，而且又是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得见。那这个才是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刚刚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的1章13到14节，他这样跟我们讲解说，这个道降临到这个世界，是超越人类的繁殖的一个方法系统。他说，这样的人不是由血统关系，不是由人的性欲，也不是由男人的意愿生的，而是由上帝生的。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呢？也就是超越了这个科学跟我们人类所理解的，神透过圣灵的怀孕，让一个普通的女子玛利亚怀了圣灵所赐下的这个胎，就是降生主耶稣基督。所以呢，14节把它这样诠释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道，这个伟大奥妙的道，变成
我们看得见的一个人。他说，充满着恩典跟真理。换句话说，人生子女，他可能有全部的基因，有全部的血统，能够生生不息，但是他没有恩典跟真理，因为人已经有罪的性在里面。不过耶稣基督就超越了这个，用他全然的一个上帝的爱以及圣洁，所以在他身上既是一个普通的人，却又是上帝的道在他里面，所以才有恩典还有真理。所以他说，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换句话说，这个荣耀因为超越了人类的生理以及人类的能力的极限所以呢，神在他身上显露了这个独特唯一的一个救恩，而且显示了恩典跟真理跟荣耀。总归一句话是说，上帝他是超越人类的存在，是大能的神，掌管这个宇宙。但是大能的天父，他为了爱我们这个卑微的人类，所以用符合人类能理解的方式，就人的科学也好，能力也好，智慧也好，眼光也好，人的经验也好，他用这种符合人类的理解的方式，就是道成肉身，就是上帝他的独生子耶稣，他肉身来降世了。他不再是看不见充满了宇宙那位伟大的上帝的存在，而是凝聚在一个肉体当中。他用这样来向人显示他自己。所以呢，上帝向人类显示自己的方式有两个方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叫做自然的启示，换句话说，有一些人他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跟智慧心灵去感受到大自然神的创造，理解原来这个就是上帝，上帝在大自然当中，所以他透过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认识他。但是许多人因为眼光很短浅，或是他的智慧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有人类的历史以来，大家都是拜这个自然，你知道吗？因为自然太奥妙了，有雷，有电，有千年的大树，又有风，有雨，有浪，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所以大家因为不了解这个上面有一个伟大的神所创造，所以看着太阳很伟大，就拜着太阳叫做日头公这个罗马希腊人就拜太阳神。那台湾什么样的自然物他都会拜。我们要有一种类似怜悯的心、体谅的心，说他们是要找出一个能力，但是找到那个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美妙的事物，对不对？包括动物包括人那些圣人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以下。不过他把这个看成是最大的能力，其实是背后的神所创造。所以呢，罗马书就这样说了：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创造天地这整个宇宙的奥妙运转，神的能力在里面虽是眼不能见，你看不见背后的那个能力，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有智慧的人看见了这一个美妙的创造，上帝创造这个多样性物种，哇！你会说这个能力实在是超越人所能看见的。所以呢，就这样子臣服在神的爱里面。感谢主，这个是罗马书给我们的一个指导，就是说有人能够透过自然来认识神，但是通常呢，这个程序是相反的，是因为透过第二个，因为我们看见的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看见他把看不见伟大的神上帝转成我们看得见的耶稣，然后把他的真理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我以前拜的这个太阳它的背后就是
耶稣所彰显的上帝。所以是从这样去印证，原来这一个美妙的宇宙是神所创造，所以他的能力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认识了，所以我们就会脱离那些看得见的用木材所刻的偶像，我们看见这个山川大石或是这一些自然的现象风雷电这些我们以前拜得不得了，以为它这就是一个终极的力量了，原来不是，原来这是在上帝美妙的创造当中。所以认识耶稣是一个关键，是一个钥匙，是认识神的一个通道，然后你就会整个大自然的现象你就会豁然开朗了。也许你以前也曾经拜过很多很多的偶像，拜过很多很多自然物，你也觉得很虔诚你也觉得心很专注但是一旦主耶稣的爱在你里面，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之后，你发现原来恍然大悟了，因为背后的上帝才是你所要敬拜的。所以约翰福音1章18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一个人他用什么眼能看见神，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怜悯我们，将他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显现出来独生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他。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这样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奥秘大哉是伟大到无可形容了。这个奥秘是因为你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这位显露上帝恩典的主耶稣，然后被圣灵所称义，不是随随便便我们自己找一个人来是圣灵亲自印证在他身上的。约翰福音12章45到46节，耶稣这样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记得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上帝。所以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我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面。多么美妙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说有亮光，对不对？读圣经好像读过了没什么，但是突然间一个亮光出来了原来我们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差他来的上帝。那耶稣是光，换句话说，以前我们在拜这些山川草木，拜这些大自然现象，你发现说是在黑暗里面，我们眼光短浅暗看不清楚我们看到一个就把它抓来，好像救你的浮木一样，原来那个都不是。当耶稣的光一亮照出来，发现说原来大能的神上帝是耶稣所彰显的，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那么样的自信呢？是因为这样的程序，这样的能力都透过圣灵教导了我们，让我们100%的确信这样的救恩是在你我当中。所以呢，我们另外一句话，道成肉身，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呢？圣经很明言给我们讲以赛亚书7章14节说，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有一个闺女要怀孕生子，并要给她取名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是透过独生子到世上，然后上帝就跟你在一起了，上帝就保守你，带领你，恩典跟你在一起。以马内利，不认识主的人对这个名字很奇怪，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这几天看到一段那个报道说，见证了就是我们早期呢，我们长老教会的青年呢，去当兵那个时代因为是戒严时期，在军中你的信都要被检查辅导长啦，或是政战士啦，你的信写给女朋友的信也不能太肉嘛，因为都被现在看到了。好了，收到也不行。但是呢，基督徒呢写信，然后祝福他的亲人好友，就是说最后写完了，写一个以马内利，不得了了，被政战士或是被辅导长抓去问了，说告诉我这个字是什么？是什么密码？
是不是什么什么那个机密消息？你怎么传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哇，那差一点吓一跳，被关禁闭了，或是抓去关了。哇，好不容易啊，解释，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句最祝福的话，因为是代表上帝与你同在。还有这个我们教会的青年会解释这一句话，不然真的是好像是什么天机不可泄露一样。早期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他是中文不大会他就写那个白话字，就是我们的罗马字拼音的。一读就是台语的他们在军中写信也很麻烦，不是他故意要写白话字，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看不懂中文所以就写了很多台语北话字下，然后正战士看不懂这个什么事也不是英文，只有英文字母，但是读不出来哇，也抓去问了，因为那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妙的礼物，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同样的，耶稣降生，在别人来看只不过一个采购 shopping 圣诞大餐的日子跟我没关系。借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或是吃个大餐快乐一下，那这个耶稣跟我无关，因为他不知道耶稣的降生是神与你同在。你人生生命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力量、能力、祝福、恩典。耶稣来了，你不认识他，那才是最大的愿望。感谢主，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他不是来观光的，他不是来走一遭的，他是要来带来救恩的。所以他没有大肆宣传，好像在2天我们各地的市长都要去就任了，哇，大排场那个做得很丰盛觉得好像君王降临一样。主耶稣没有，他是卑微降生在伯利恒，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就谁呢？我们叫东方的博士，因为他们看到启示了，星星引导他们来到这个伯利恒，来献礼物给耶稣。另外一个是在卑微旷野没有好的地方可以安居的那个牧羊人，他们也不是自己去知道，是因为天使怜悯借着牧羊人把福音、把荣耀、把那个耶稣降生的喜悦分享给这一群卑微的牧羊人。感谢主，还好。另外也有一个人知道是谁呢？希律王。因为东方的博士他很礼貌，想说我到你们这个国家要去见一下你们的王，好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说我们看见一个救恩的王要降生了，我们要透过这个管理者，就是政府来知道这个消息。没想到希律王他心胸狭窄，他不知道这个降生的王跟他世上权位的王不一样的。他认为大概就是要抢夺我的位置了，因为早期人对自己的命运有很大的不确定，所以他对这个威胁是很严重的。所以他觉得说这个王不能把他留在世上，不然我的王位不保，所以就下令杀了2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孩。那主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和平跟喜乐跟祝福的，但是人类呢就把它变成一个屠杀，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主耶稣他就是为了要挽救这个人类的罪恶、人类的有限、人类的狭窄，所以呢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坐在天上的宝座在指挥大家，是因为他谦卑降在这个世上，跟我们一起同在。道成肉身的真理，神透过耶稣来告知全人类，主耶稣就是这个道，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光。所以那个奥妙无比的道变成一个简单易懂，耶稣用最浅显的话语，用很多生活上的那些习俗，生活上看得见的一些农作或是生活规矩，告诉这个真理。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章把耶稣降生的目的阐释的淋漓尽致。我们要分享这一段话给我们什么样的领受呢？第一个
是代表上帝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大家很熟，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世人呐，所以就是把最好的、最珍惜的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另外，同样一段在见证这句话的约翰一书4章9节说：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什么样显明上帝爱我们呢？就是他的爱子耶稣降生了。用这个来印证，没有再任何的方法来印证说上帝为什么爱我们。上帝连他的独生子都舍得来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充满宇宙的大能的道，形塑成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类的肉体降生。上帝的爱子就是屈身俯就的意思。约翰福音8章42节，耶稣说：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的，那是他差我的。耶稣不是无缘无故心血来潮，而是因为上帝无限的爱让这个事实呈现。腓立比书我们熟悉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来世界。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倒的意思是说，我本来不用做了，事情不用我处理了，但是反倒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我愿意把自己卑微，变成一个肉身的限制，一个人降生，所以叫做奴仆的形象，不是高高坐在宝座的耶稣，是成为一个仆人耶稣，是成为一个在风尘仆仆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好的地方可睡的耶稣，是因为要让人透过他来认识神。所以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性的，有神的能力在里面，所以他是大卫的主是大卫王，他的祖先大卫王的主，但是按人性他又是大卫的子孙。换句话说，神性跟人性都充满在这一个耶稣这个人身上，这就是上帝道成肉身的奥秘。第三个，基督是独特唯一的救赎，就是因为只有他是独生子嘛，只有他显现了上帝的救恩嘛，所以你不靠他就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通了。约翰福音14章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了。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你要去父那边，好啊，你可以去，但是你不借着耶稣，就没有管道，没有通路，此门不通，钥匙打不开，用其他办法没有办法代替，只有耶稣。这段话更清楚了。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说，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是谁呢？耶稣。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了，别的名。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研究各方面的宗教研究各方面的一种智慧或是经典的人会讲说，上帝会不会用别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彼得他是被圣灵充满才说这句话的，不是他信口开河，因为自己说自己的产品好啊，说卖瓜说瓜甜啊，谁不会？但是彼得是经历了他背叛了耶稣，他离弃了耶稣，然后被耶稣的爱再招回来，在圣灵再继续跟他感动，然后再对以色列的百姓在正殿的前面讲了这一句话，不是他随便讲的，而是圣灵透过他来告诉我们说，记得你们害死的这位耶稣，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你们期待的弥赛亚。所以呢，不借着他就没有别的名，没有别的拯救了。这句话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信靠主耶稣，要接受他的原因。第四个，
基督他降生是普施救恩的，不是哪一个特权阶级，不是哪一个民族人种，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性别，是施给全人类的。所以约翰福音1章12节，刚刚我们读了，他说：“然而，凡接受他的，凡就是任何人呐、没有门槛的限制，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记得是特权，为什么？不能随随便便你就要当上帝的儿女啦，是接受了主耶稣才有资格。所以2个礼拜前，为什么我们会请大家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宣告说，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吗？你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得恩典吗？我说要，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透过主耶稣，你这个特权才是真真正正有盖印章的、有公印的、有效的，不是随便乱拿来的文件，而是神亲自赐给我们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差了独生子来，第一个他要做世人的救主，约翰一书4章14节；第二个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救主要救世上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在结尾我要邀请大家，你既然很清楚明白道成肉身对你的意义，特别是你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你要一直去确认、去坚信这个恩典、这个特权是神给你的。而当你不把它看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救恩从你旁边流失掉，太可惜了。所以呢，在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意义跟行动，我们一起来学习这4样。第一个，我们在好多圣诞节的庆祝当中，第一个不要模糊焦点，要记得主耶稣才是世人最宝贵的礼物。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闹习惯。我们知道很多欧洲的国家圣诞节是他们百货公司跟这些商场那个救命的恩人呢，因为他们如果卖不好的话，今年呢就没有年终奖金啦。台湾也差不多了，很多百货公司他们装的那个圣诞艺术政府为了要庆祝热闹，他们装饰的比我们教会热闹多了。当我们乐观其成，但是记得这些热闹跟庆祝，你不要把上主耶稣失焦了，把耶稣掩盖掉，耶稣才是主角，不要让商业的活动喧宾夺主，模糊了救恩的焦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提醒，一直要提醒的。你知道有一些新兴的教派或是教会，他们发现太世俗化了，圣诞节怎么热闹成这个样子啊？耶稣都被疏忽掉了，耶稣都被冷落掉了，所以有的教会他们不庆祝圣诞节，没有圣诞节就是正常的做礼拜，或是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把这样的观念矫正过来。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把次要的庆祝玩乐取代心灵中真正的救恩的喜乐。不过，为什么我们教会还是有庆祝呢？我们从上个礼拜到现在庆祝好几场了，请你想想，为什么我们要办幸福小组？意义就是这样的意思。你需要让人类最喜欢的、最习惯的方式，大家想欢乐嘛，想要接受礼物嘛，想要那个灯光灿烂嘛，是让人家心能够很清楚、很简单的愿意接受。就像你邀人家来幸福小组，一个美好的聚会里面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美好的诗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让人家的心感觉到很自然、很舒适。但是记得，那只是一个过程，重点是主角要出现，福音要出现，救恩要出现，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特权要给他。不然的话，可能努力是好了热闹是好，但是没有效果。这是我们教会一个拿捏了，就是说，你知道这些庆祝不是目的，是过程，但是记得要得到真正救恩的喜乐。所以基督徒不要把没有福音意义的虚假的故事
把它取代耶稣基督。这些东西是你的旁衬，是你的一个装饰，是你的一个衬托，一个气氛，但是要把主角拿出来。西方的世界因为已经世俗化了，他们也是在庆祝圣诞节，但是有些根本连耶稣都不提的，所以难怪呢，有澳洲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就给学生讲说，各位小朋友，那个圣诞老公公是假的，哇，被孩子哭死了，回去给妈妈讲，妈妈竟然去投诉学校，把这个老师开除掉。你看多么严重，看起来是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但是你会觉得很心酸呐其实老师讲的是对的啊，但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把圣诞老公公当成孩子心中的偶像，其实圣诞老公会从你的烟囱丢礼物吗？还不是爸爸妈妈昨天去哪里买回来放在那边的。但是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要过度神化，然后把耶稣冷落掉。我们要很坦诚跟他讲，圣诞老人是有他的意义在，因为他是在纪念早期的一位主教，他因为爱人要关心那些无家可归或是生活不好过的人，他就化妆成一个圣诞老公公，那把礼物送给这个家这些贫苦的人，因为他要让他们这些觉得说有尊严嘛，是圣诞老公差派来的，而不是我好意思给你东西。有的人接受礼物，他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觉得好像我吃人的嘴软这样子就是这种情形。那我们当然就是把这些故事衬托不错，但是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个，要把握救恩的确据。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一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如果不仰望耶稣，我们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你就没办法去看到上帝的救恩在你身上显现的大能。你离开了耶稣，这样的救恩你只是一个口头的传说而已。第三个，既然是这样子，你要认真查考圣经，因为耶稣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圣经在为耶稣的永远的生命做见证。那你不查圣经，你还说你知道，那有一点类似自己太夸张了，好像觉得你就是超然的，你跟神一样大，你什么都了解。所以我们明年会鼓励兄姐来读圣经1年把它读完，或是2年时间不够的3年也可以，是为了说你有一个跟神的一个约定，说你的永生的能力在圣经里面，我就是要渴慕，我要研读，我要学习。第一次读不懂也没关系，因为圣灵已经跟你同工了，下一次你就懂。或是你碰到一件特殊的事件的时候，你曾经读过搞不懂的圣经，突然间亮光来了原来读了这段经文就是我遇到这件事情的一个解答。那这个才是读圣经的一个态度，因为神的话永不落空。第四个，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这个圣诞节当中有一个任务，有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领人认识耶稣。罗马书这样勇敢的跟我们提醒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刚刚讲说，凡接受耶稣就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嘛。那你如果会求告主名，就会得救了。所以感谢主。但是保罗有给我们提醒说，谁会求告主名啊？无缘无故他怎么会？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意思用这种反面的话说，你就说求告神会得救啊，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他怎么懂呢？所以要有人传要有人讲要让他信这样才有意义所以15节这样说：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看，你传福音引人归子，你的脚中是美好的耶，是神所特别悦纳的耶。最后牧师要读一段教宗他叫方济各，现在的教宗，他在去年发表了一个圣诞的美赞里面的话语非常的让我们很深的省思了到底怎么样过圣诞节
热闹在极致到什么地步啊？才算是圣诞节？教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我们一起来这段诗来做一个学习。他说，圣诞节通常是一个嘈杂的派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点沉默来听爱的声音。当你决定每天重生，并让上帝进入你的灵魂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圣诞节。换句话说，你当接受了主耶稣，这个圣诞节就是你自己啦。他说，当你抵抗狂风和生活困难的时候，你就是那一棵圣诞松树。当然不是我们台湾用那个假的树了，它是有的人是真正那一棵松树，把它当成圣诞树哈，外国很漂亮。他说，当你的美德在装饰你的生活的颜色时，圣诞的装饰品就是你，你的美德就是装饰品。当你用电话聚集寻求团结大家时，你就是那个圣诞钟声。包括你邀了别人，你本身就是圣诞钟。当你用善良、耐心、快乐和慷慨来照亮你的生命时，你本身就是圣诞灯。当你向世界传达一个和平、正义和爱的信息的时候，你就是圣诞的天使。当你带领某人遇见主的时候，你就是那一颗圣诞之星。当你不计较，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人时，你就是那个东方博士。当你是每个人的真正的朋友和兄弟时，你就是他们的圣诞节的礼物。当你取得内心的和谐时，你就是圣诞的音乐。当你的善意写在你的手上，意思就是说，你的态度、你的善意在你的手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圣诞卡。当你愿意宽恕、重建和平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圣诞的祝福。当你大方提供面包跟希望给你身边的穷人的时候，你本身就是那个圣诞大餐。最后他说，你可正就是那个圣诞夜。当你谦卑自省，愿意在没有嘈杂、寂静的充满救恩的夜里面，你的信实且温柔的微笑，在永恒圣诞的平安中，主的王国正建在你的内心。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跟神的连结，耶稣的降生就是在你身上，上帝的国就在你的心中。教宗这样祝福大家说，愿在这个圣诞的大喜日的时刻，祝福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或别人的圣诞节。愿神真的让每一个人就成为圣诞节本身，祝福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的行动、你的言语、你的祝福、你的邀请、你的关怀、你的行善，都是圣诞节的一部分。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哈，这首诗歌是传统的圣诗了哈。那听了天使高声唱，我们用国语来唱第一节就好。会唱的一起来唱。